行政院文化奖是国家层级上上届悬的文化领域终身成就奖，针对有重要贡献的这艺文人士呢，透过这个奖来表扬。今仔日是颁奖典礼，今年的得奖者有3位，包括着这农民文学作家吴成、歌戏国宝杨丽花，还有客家建筑师鲍明光。行政院长杜英泰也感谢因启发大众对土地和文化了解。阮全心全意的爱你，亲像爱家己的母亲。全心全意爱你这首歌，作词者就是农民文学作家吴成。伊的文学关怀农民土地，嘛用笔对社会议题提出批判。对伊来讲，无土地就无文学。伊正像我好生态，嘛关心社会运动。今年吴成受到行政院文化奖的肯定。伫颁奖之天，伊上挂心的要是守护台湾。爱乡爱土的精神，一直拢伫需要的时阵，伫关键的时刻，一定拢会爆发出来。咱互咱台湾，做咱台湾的母亲，会当过来更较好。另外一位行政院文化奖得奖者，就是台湾歌戏的传奇国宝杨丽花。1970至80年代，食饭配电视歌戏是台湾人的共同记忆。杨丽花和歌戏对庙埕内台行入台湾人客厅的电视，嘛影响20世纪歌戏的影视美学。伊嘛导致教育传承结合创作，继续把歌戏杀到国际舞台。杨丽花表示，伊上大的愿望就是继续推出电视歌戏。足感恩的，我个人最大的希望，歌戏会用搁在电视。我再来继续播出。各位一位得奖者是传统客家建筑师傅鲍明光，一家子以来重心古迹的维修甲文字保存。鲍明光表示，率来要成立传统唱师工会，培养少年辈和传统建筑的工艺技术传承落去。只有改善工程环境，才能够让传统建筑技术传承下去。接下来的日子，只要我的身体健康，我还是会带着徒弟们一起来工作。今年3位得奖者伫文学、文化甲艺术拢有真重要的贡献。行政院长杜英泰嘛感谢因用一生的时间来启发大众对土地和文化了解。记者刘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